来看高雄市阿莲国中的咖喱红仔社，最近佫摕到全国冠军咯，伊嘛已经连续10档拢是全国冠军。校长讲最近这几档社团的成员是愈来愈少，也毋过逐档囡仔拢真用心来练习，学校的老师嘛拢真认真，家己写剧本来训练学生，望讲会当来传承这个艺术文化。 阿莲国中咖喱戏社后台一定囡仔徛几排，嘴那念口白，手那动红仔，那讲佮那配合红仔动作的变化，莫看这个囡仔做起来轻轻松松，这内底全功夫。今年阿莲国中的囡仔就是靠这个功夫，搁一届用原创剧本，良心得准这出戏，摕到传统武戏类咖喱戏组国中组冠军，这也是因第10组全国冠军。最难的地方好像。 我觉得是走路，因为男生走路跟女生走路不一样。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揣摩出那种流氓的语气，还要去问经过阿强赛还有团长念给我听之后，回家一直练习，才有办法揣摩出来。 阿莲国中的咖喱戏社伫2013年成立，连续10年摕到全国冠军。校长讲会做这个咖喱戏社，最主要是要和传统文化有延续。虽望这几年受到少子化影响，社团的人数剩20通下。不过伊甲来指导囡仔金飞光团长拢知影，只有继续做咖喱戏的文化才袂断去。他即使不参加傀儡戏团，但是因为我们每年公演，也会让我们的学生也会认识傀儡戏。 这个在地文化，那将来他们不管是升学啊，还是就业，那跟外面的人在介绍阿莲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很理所当然的介绍哦，傀儡戏就是我们阿莲的一个传统。傀儡戏剧团是传子不传女，传内不传外，然后在我们团长薛英元的这一代，然后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，所以我们一直很珍惜在阿莲国中这个社团，能把我们阿莲子弟的这个文化带给他们。剧团将传统文化结合教育，学校将教育融入在地特色。 阿莲国中的咖喱戏社已经坚持推10多档，全国冠军10连霸。除了是囡仔辛苦练习的回报以外，也给大家看到咖喱戏的水。记者郭家如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